實嚟嘅皮都好有營養嘅。係番茄肉筍湯啊，入邊嘅一啲營養成分啦，係可以對一啲老人家嘅視力啊會有幫助啊。尤其是年紀細啲嗰班嘅小朋友，小學組嗰一班啦，佢哋可能嘅煮餸技巧未必可能好似中學嘅大哥哥大姐姐咁純熟，但係都可以用佢哋嘅耐心啦，同埋嘗試係都可以整到一個我哋見到係十分之美味同埋個賣相都係十分之吸引嘅食物。我覺得呢個係令我印象好深刻同埋好欣賞佢哋。而家嘅家庭啦，大部分都是屋企食飯啦，咁可能啲食材啊各樣嘢嘅選擇咧，都會係已經係好豐富啦。咁但係當我哋喺一個咁樣嘅比賽嘅框架裏邊咧，我哋需要考慮到對方即係一個目標對象啊，原來佢有一啲嘅環境因素或者係有一啲嘅限制，我哋係需要考慮，即係包括咗譬如可能係成本上面嘅控制啦，嗰個營養嘅配搭啦。呢個比賽係最大幫到手，就係可能啲小朋友就真係會喺呢個咁樣嘅框架裏邊去諗啊我個對象其實應該係食啲咩？我負責三絲煎蛋餅，我負責番茄雞肉燉飯，我負責鑽石蔬菜湯。大部分都係嚟自於日常生活啦，然後我用嘅都係比較日常用到嘅材料，然後大部分都係我選用咗我屋企人中意食或者我自己都比較中意嘅食材。